中央三度一般补助款引发地方的不满，甚至台南市政府昨也个召开记者会，不但反对这套小比三度，而且无论甲台北、花莲比较起来，根本是无公平。钱拿去不知道怎么样使用，那朱门酒肉臭，那但是地方很多中南部的地方却是路有冻死骨。财政收支划分法，台北市拿了416亿，我们台南市才拿163亿。而更讽刺的，花莲县人口只有31.5万，结果他拿了161亿，只比台南市少2亿。对此，议员王家珍上午伫市政总咨询嘛表示，针对中央这种无差别的删减地方的补助，伊个人嘛无认同。不过要怪的，应该是财政收支违反法的手法。为何当初执政党的立委家己无要提案，结果修正通过以后，才来怪在野党？你认为财划法对台南不公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要问一下市长，你骂什么骂？你有没有想到，为什么财划法25年之后修，你们民进党主导的赖清德政府竟然不愿意修法？如果总统要修财划法，你们的51席立法委员为什么一个法都没有提出来？议员表示，一般补助款是提供地方法定一般性的补助，所有的经费用伫教育、社会福利、甲着基础的建设。不过中央有算比删以后，就来删减地方的一般性补助，台南市大约被删减有51.7亿。议员嘛认为这套式的删减真无合理。台南新闻连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